咁今日咧就會公布咗咧，即係個匯控咧大笨象嘅業績嘅。咁睇翻大笨象咧，今朝早嘅表現咧，其實都係一般嘅啫。而家咧輕微咁跌緊啦。咁過去一年咧，咁其實匯控咧都好落力去 cut budget嘅。咁市場咧亦都預計咧佢嘅大瘦身嘅行動咧，咁啊會為匯控咧帶嚟咧盈利增長2成咁多嘅。咁大師點睇匯控咧？即係你預期匯控嘅表現係點樣嘅咧？嗱，我預期咧就匯控嘅業績應該真係2成到嘅增長啦。其實表現就唔差嘅，但係最重要咧，我諗市場亦都關注住嘅咧，就係話喺出盈利嘅增長之餘咧，其他一啲嘅數據，包括佢個譬如話ROE 啦、資本回報率啦，包括嗰個一級呢個資本充足比率嘅情況啦。另外就係撥備嘅數字啦，究竟個撥備愛嚟應付將來嗰啲訴訟賠償嘅時間咧，究竟嗰個數量係幾大啦？同埋更加重要就係話啦，喺營運個過程裏邊，過一段時間，新興市場嘅表現會唔會好似渣打金收拖累得好緊要啊？又或者嗰個息差嘅情況啊等等咯。咁啊，所以嚟講，我諗咧就變數其實仍然好多。真係要等佢出咗個業績之後，大家消化咗咧，先至可以做咗一個明確啲嘅判斷嘅。咁睇翻匯控咧之前嗰個走勢啦，咁其實咧曾經咧一年咧升差唔多7日咁多嘅，咁一度咧升穿咗250天線嘅。咁如果咧即係一啲散戶咧，即係想博一啲匯控嘅衍生工具咧，係咪咧都就算係要博，都要等佢業績之後咧先去再博咧？我諗都係嘅，因為始終咧，你而家你衍生工具最驚一樣嘢咧，就係當你睇錯嘅時間咧，而係差距得太遠咧，你係冇得走嘅嚇，咁啊嗰個影響會比較大。咁同埋咧就係話未明朗嘅時間咧，我諗如果輕舉妄動嘅話咧，做衍生工具咧唔係一個明智嘅做法咯，一定等佢成勢咧順勢去做嘅。咁如果大家咧就要聽下大師講啦。咁如果咧真係要博一啲匯控嘅衍生工具咧，都係等業績之後咧先好再博啦。